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嚟香港之後返到自己國家，一落地呢就被國際刑警以包機直接押咗去荷蘭嘅海牙法庭，就佢當年喺菲律賓禁毒戰爭裏邊剿殺超過6000名嘅毒販行為，控以反人類罪，引起全球關注。呢個明顯就係菲律賓現總統小馬可斯嘅借刀殺人手段，因為菲律賓今年5月就要選舉啦。小馬可斯要借國際刑事法院之手，將杜特爾特家族嘅勢力剷除。睇呢一單新聞，我有2個疑問：一呢，就係死喺杜特爾特手上嘅嗰6000個毒販係啲咩人呢？第二，國際刑事法院嘅權限有幾大呢？我哋國家從來唔干預別國嘅內政嘅，杜特爾特家族同馬可斯家族嘅政治鬥爭，我哋唔會插手。況且中國並唔係國際刑事法院嘅成員國，冇必要聽佢哋指揮，所以杜特爾特嚟香港呢，我哋嘅警方只會護送，唔會參與任何嘅執法行動。其實國際刑事法院並唔係全世界所有國家嘅最高法院，通常呢，就係因為某啲國家嘅法院因為戰爭或者內亂冇辦法運作嘅時候呢，國際刑事法院先會介入，根據國際刑事法嚟到開特別法庭審理。而案件亦只限於領土爭議、種族滅絕、戰爭罪、侵略罪、危害人類罪等等。所以當菲律賓司法系統仍然係正常運作嘅情況底下，國際刑事法院越俎代庖，就係侵犯咗菲律賓嘅司法主權。小馬可斯將自己嘅國民送到第二啲國家嗰度審判，就係喪權辱國。唔怪之得連小馬可斯總統嘅姐姐伊梅呢都批評話，我哋將前領導人交俾外國機構審判，等同成為外國嘅奴隸。菲律賓幾時成為咗海牙嘅一個省啊？呢個關乎我哋菲律賓人嘅尊嚴啊！咁到底杜特爾特嘅罪喺邊度呢？2016年之前，菲律賓嘅毒品問題相當嚴重。譬如呢個國家生產咗全球70% 嘅大麻，境內呢有13個非常活躍嘅跨國販毒集團，同埋175個本土嘅販毒組織。全國嘅吸毒人數呢佔總人口嘅30%，社會治安惡化，人民苦不堪言。杜特爾特喺2016年6月上任總統之後呢，7月1日就正式啟動禁毒戰爭。幾年之間，菲律賓一共進行咗多達15萬次嘅掃毒行動，摧毀咗36個大型冰毒嘅實驗室，同埋超過600個製毒巢穴。130萬個吸毒者同埋毒販自願投案，24萬人因為毒品犯罪被捕。雷霆掃毒行動得到咗菲律賓人民嘅強烈支持，所以杜特爾特上任以嚟呢，支持率一直高達86%。即使去到2022年佢卸任，仍然保持73% 嘅高支持度。有戰必有傷亡，15萬次嘅掃毒行動牽涉警察同埋毒販嘅激烈駁火，當中超過咗6000名毒販呢被當場擊斃。於是呢啲數字亦都成為咗西方國家嘅人權指責數據。佢哋話呢6000人係遭到法外處決，並且揾咗呢啲死者嘅家屬作為證人，對杜特爾特提出訴訟。認為佢犯下咗反人類罪。美國紐約時報呢更加形容呢個係一場禁毒屠殺。對呢個指控，杜特爾特明確咁話，西方國家一直持有雙重標準，佢哋可以為消滅一啲激進分子直接轟炸村莊，甚至連嗰度嘅孩子都遭殃。但你哋就話我哋嘅做法係謀殺。對於菲律賓兩個派系嘅政治決鬥，我哋國家唔會干預，但係對於國際刑事法院干涉他國嘅內政呢，我哋國家就態度明顯咁話，國際刑事法院必須尊重成員國司法主權。講白咗就係你哋侵犯咗菲律賓嘅司法主權，況且菲律賓根本就唔係國際刑事法院嘅成員國，或者你未必認同杜特爾特嘅反毒手段。但係講到屠殺無辜，又幾時輪得到杜特爾特啊？加沙萬幾個兒童被殺害，其中786個人唔到1歲，咁樣嘅反人類罪，點解國際刑事法院就一直毫無行動呢？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撳埋個啷啷啊！多謝大家。